利用社群贴文这个网页，它提供那个好康分享的资讯呢，帮助人呢快速找到要的资源，好像有那个公告那种功能，还有累积那个好康的资源，就说可以快速的找到所需要的资源。闽南语哦，闽南语读《三字经》啦，《千金谱》啦，人生必读啦，习时贤文啦。台语读哦，人生必读，识时贤文，三字经啦，三字经，识时贤文，千金谱还有声音档可以下载，还有书本的扫描档，扫描的图片档可以下载。图片档对照声音档，还用萤幕录影，可以录成档案。怎么全天直播呢？可以用那个首播功能。首播功能不过，可能时间长度有限定，12小时以内，那播完就没有了。所以这个还要再考虑怎么做，最好是找播放清单呢，从播放清单里面去按照顺序去播放。影片过多，利用播放清单，随时随地有需要就可以看，可以学习，学那个读经的，有逐字念的，把它拨开电脑程式来逐字念经文。